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咱要来到上帝面前，感谢主，互咱会当实体聚会伫遮啊，看到兄弟姊妹啊，跟前后左右人跟他说新年快乐。咱站起来，咱来唱这条诗歌，准备会前的祷告。搁一遍来认罪，活转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开嘴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实际来到教会，会当组织伫遮来敬拜学罗你的名。主啊，阮要伫大聚会中间要来敬拜你的名，因为你是家己阮敬拜的主。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嘛要伫新的一年，咱要来向你来认罪悔改。若是咱的心，阮的心。无合你主你心意的主啊，伫今仔日这礼拜当中，愿信心来启示阮的心，互阮的心搁一遍，甲你相加连结伫你的内面。阮的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咱搁要来祈祷，要为着咱的国家车市来祈祷。过年前后，通有一段无简单的时间，总是主保守咱每一个人。互咱伫伊的内面有对伊来平安，咱来读即段经文。耶和华互地方的计划对伊康康，互正百姓所受的无功效。耶和华的计划永远徛在伊的心所受的到万世代。因耶和华做伊的上帝，彼国有福气。伊精选
做伊的产业的，你的百姓有福气。咱是主所拣选的，对无？咱是主所拣选的，所以咱伫主的内面有对伊来福气。咱要为着咱中间特别是咱的国家城市搁有咱的领袖，遮的官员，会当互因来倚靠上帝。当信靠上帝的时阵，咱的国家、咱的城市行出公义，有主的灵命伫阮中间，伫咱的中间。咱只是开喙，咱来祈祷，为着国家，为着咱土地这个所在，咱开喙来祈祷。主。你的稳定，互台湾这个所在，诚做一个美丽的宝岛，互阮伫新的一年有主你的保守，继续甲阮同在，互阮会当脱离一切瘟疫的灾害，会当脱离一切会伫遮个威胁。主，阮感谢你的稳定，你继续保守伫台湾这个土地，特别是伫桃园。主，阮感谢你，互阮赢过疫情，会当伫这个时阵，讲有你的保守，嘛求你伫新的一年，继续引带遮个医护人员、遮个政府的官员，当有对你来的智慧，上好是互因拢会当明白这位赏赐换命的主，互咱的国家行伫主的公义内面，有主的灵命甲阮同在。万日祈祷是奉靠最后所有名求。阿妹，搁要为着咱中间有需要的人，需要医治、讨饭的人来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伫主的内面才有福气，阿妹吗？伫主的内面有完全的福气，伫伊的内面，伫新的一年，咱要为每一个人，我、咱，搁有身躯边的朋友、亲情，伫顶悬你有看到有啥物款的需要，你等下你会当徛起来，咱会好势同工会为你祈祷，嘛，阮会，咱嘛袂当坐伫家己的座位。为咱家己来祈祷，这时阵请咱中间，你若是有身躯、有心灵、有种种的需要，你会当徛起来，咱会同工会为你来好势。咱只是开喙来祈祷。你是医治的主，你是互人有活命的主。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遮若阮一切软弱，伊互阮伫破病、伫困苦中，有对你来的盼望，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力量。主啊，求你来医治伫阮中间，咱所祈祷的遮个人，因为遮个人你拢知，你知影伊的健康。主啊，我嘛要来你的面前。你祈祷的时阵，我相信，我要亲自要经历着主你的恩典，临到阮一个人，互我会当做荣耀的见证。主，感谢你，我的祈祷是奉靠最后所有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主你来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你的话做我
使阮会当行伫主的内面，有对伊来应传，为着咱个人会当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拢来到上帝面前，明白伊的话。第二项嘛，为着原住民宣告艺术工，求主来赏赐来供应，才会经费甲动工，有主的保守，有主的引带。为着本主日下晡有互助社的社员大会，年的筹备会顺利，求主来掌管。为着志工队来带导，愿上帝伫教会社区来兴起一个志工会当来参与伫遮个志工的服务，互主透过遮个志工队会当祝福伫遮个社区，祝福伫教会，祝福伫身躯边每一个人，毋是敢若领到这个福利，阁有福音会当领到伊的生命内面，嘛求主赐福每一个志工会当愿意为主来献上有健康的心灵，甲因同在。咱即时请大家起立，咱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祈祷，求主信心来掌管，引传阮伫礼拜中上帝话来对咱来讲，咱来继续祈祷，主你的恩典，明白你的有完全的福气。伫新的一年，咱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礼拜，是阮极大的恩典。求主信心引带阮伫礼拜中，毋但是领受，阁要伫阮的生活中活出来。求主你来引带，伫过个礼拜拢会当顺利，嘛互阮为着遮个教会事工，遮个教会志工，遮个教会所连接每一个单位，拢会当行伫主你的心意内面，将做一个兴旺的教会。阮嘛伫即时要用你所教示的主导文，咱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写码阮的辜负，亲像阮会晓写码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的日时，着救阮脱离你的歹恶，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人啊，又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要求的就是，要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的宣告，主要所依照我道来依伫这个全队。Amen.
感谢你，这个疫情中间继续保守把台湾这多数，谢谢主来帮助阮，互阮每一日都出力。那么祝你继续保守，因为继续车派天军天使来压榨保护阮台湾这多数，这是现场感谢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小主名来求。阿门。请坐。主耶稣，你讲你来是要叫人得到性命，是要叫人得到丰盛的性命。主啊，丰盛的性命是对你来，因为你是创造万物，互阮有丰盛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阿罗你。祝你的名值伫阮敬拜阿罗，因为独独你是阮的上帝，是阮所倚靠的，是阮的供应，是阮的追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念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名，圣诗19首，请起立吟全首。主爱，地北上。
全能慈爱、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阮欢喜来到圣殿，朝见你、学罗你、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甲地的主。伫你创造的过程中，你常常将新的活命放伫人的世界，互人常常有新的愿望甲期待。伫新的一年，阮体会到新年的欢喜甲快乐。阮也恳求天父，互阮会晓算家己的年日，知影怎样把握未来的日子，好好听上帝甲听人。主啊，你也是怜悯人的主，阮无意中得罪你，阁伤害人的。求你饶赦阮的骄傲甲自大，求圣神互阮看见家己的亏欠，使互阮有谦卑甲正直的灵，互阮的心思意念拢注目仰望伫圣神。即时，阮也要恳求天父上帝伫教会中掌权，带领志工队的每一位志工拢甲主同行，也互因知影主的心意。伫因服侍的时阵，会当体会到奉献的快乐，也透过祈祷克服困难，改变环境，改变人，改变家己的心思意念，哪服侍灵魂体，哪勇壮兴旺。听咱的主上帝，伫新春的时，恳求主，互阮有新的作为，按正确的目标来行。互今年过了有意义、有价值，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伫信息后面，启应文第8篇，诗篇23篇，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即是要请青年牧区来献诗，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主恩典》。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台语汉语本伫84页，其他版本请看英文。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啊，一嘴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也是做分家业的吗？”就对众人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记述的丰盛。”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呾要怎样？搁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切窗去较大个，就我的顾家甲财物，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物积蓄，做侪侪年会路用。通请用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年要对你讨你的灵魂，由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既若为着家己积蓄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业的，也是安尼。以上是要请黄世谦牧师来讲道，伊要所讲的题目是因为你丰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讲一遍，对你边仔的人讲新年快乐。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因为你是丰盛的上帝，因为你来丰盛的人生。伫咱经历过2020年遮个 COVID-19 疫情以后，到即阵其实全球嘛是伫遮个困境中间。总是伫旧年咱有真好的学习，就是面对生命甲环境无确定的时阵，咱犹原会当有对上帝来喜乐甲盼。阿妹吗？因为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对伊所讲的话，分享性这个贺年词。我来是要叫人得到生命，而且是要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今仔日的经文，耶稣用譬如甲咱每一个人来分享，互咱来明白着丰盛真正意思，互咱来领受着遮个祝福，互咱伫2021年会当丰盛有存。今仔日要分享有2个目标，头一个就是咱爱来领悟丰盛的源头。这丰盛的源头，要我讲恁着知，就是对创造万物的上帝来的。伊供应，伊引带，伊保守，嘛互咱的生命伫伊的内面得到真正的丰盛。第二项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咱较无有对主来丰盛的生命。遮所要讲的丰盛，可能甲你伫社会中间听有上啥无共的所在。因为伫上帝内面，伊为每一个人拢有安排一个特殊的时间。伫这特别时间内面，人会当明白伊的心意，嘛会当享受伫丰盛的生命内面。而且这望、这丰盛是永远、久久长长陪伴你、引带你、甲你同在。伫今仔日经文的背景来到12章的所在，这是对耶稣移位家己伫这个所在，伫遐有真侪事奉了后，伊讲伊要行为。行去耶路撒冷这个所在，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讲着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为虾米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呢？咱敢知？因为耶稣要去遐定是一个为你甲我来死，而且嘛要对遐讲话，互咱经历着这是真神，是咱真正的倚靠。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就是。耶稣伊行去耶路撒冷遮个路途，
伫遮个路上呢，有侪侪人因为听见耶稣所做诶代志，见证耶稣伊行诶生涯甲技术，所以自一个人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坐到一个地步，根本讲有几万人伫遐听伊讲道。就伫耶稣咧讲道讲到一半诶时阵，毋知是讲到一半，还是有侪侪讲道，伊讲到一寡讲道诶时阵，有一个人伊就问伊讲，问伊啥物咧？咱来读即段经文。即当中有一个人甲伊讲，先生，请你甲我诶兄弟甲我分做一项。若是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啊，是随设立我做恁诶审判官，还是做分家因？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诶活命不在伊所居住诶丰盛。人诶活命不在伊所居住诶丰盛，所以人诶活命要紧诶是啥物咧？伫今仔日诶经文中，打过完年，咱伫遮主持，感谢做稳定，因为前2礼拜咱拢用这个线上礼拜，敢主持诶礼拜，你会感觉讲有无共无？一定无共嘛。就是伫遮礼拜时阵，咱会搁一遍有迄敬畏诶心伫上帝面前。打过完年，咱甲咱诶亲戚朋友三个主持。你敢有即款诶经历？这是伫要过年诶前后诶时阵，还即网络诶顶悬就有讲着讲，过年时阵真惊是大人会问侪侪问题。你敢要摇？大家拢要问我啥物无？你当时要结婚，对，自曝一下。你当时要结婚，啊，今年无共是，做无岁感觉有啥物无共？每一年伫厝内，你有可能有要关心的时势，你要问伊遮个问题。总是遮个时势都互问到足烦的，所以伊个发明讲，就是有一个可以问回去的。啊，你的退休生活要安怎安排？啊，你的孙敢有介意你无？啊，恁囝伫倒位工作？啊，那个退休金领多少？啊，都换咧长辈换遮个大人，感觉足烦。伫过年时阵，咱会关心咱的亲戚朋友，透过遮个问题，你会发现讲一件代志，就是其实伫过年时阵，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都搁一遍在经历家己的人生过程，搁一遍搁经历着我即马伫倒位，我是啥，我要行去倒位。啊，对青年来说，这是最近很夯的话，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去哪里？其实伫过年的时阵，咱有可能对遮个比较，对遮个了解量，对遮个故事内面，你搁较明白你厝内的人伊的成长甲发展，你嘛搁较有可能同时发现着家己内心真正的需要。今仔日的经文，耶稣来要求的人。伊想要得到公平的家业、家业、财产。伫当时的社会中，要分遮个老爸留落来财产的时阵，若是恁兜有2个兄弟，这大汉的会得到多一份，所以有可能这大汉就是2/3，啊，你就是1/3。啊，若是你厝内的人有3个兄弟呢，这个最大的就会得到2/4，啊。第二个细汉的拢得到1/4安尼。对于迄时阵，这是一个真公平的方式。但是你对经文的讲法，你就会当了解经文的内容，就讲着讲，你会当去你就知影讲，迄个人的阿兄有可能伊继承所有的财产，总是伊无公平分互伊的上兄弟弟。而且这个阿兄有可能伫这几万人的中间，嘛是咧听耶稣伊的教导，所以这个人伫耶稣教导的一半，伊才会提出这个要求。但是这个小弟伊敢需要的是公平？伊真正需要的是公平吗？其实，在天下文化，
天下文化这杂志有一篇报道，伊就讲着讲，当父母你有2个囡仔以上，你就会伫因成长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讲出来的，嘛有可能心内咧安尼想的，就是因会想讲，我的老爸老母，我的主要照顾者，伊无公平啦。伫这个报道内面，伊却讲着讲，其实囡仔咧上济要公平的时阵，伊心内毋是想要公平，他不是要公平，伊想要爱的，伊想要爱的是，伊想要你看到伊特别的所在，伊想要看到讲伊是毋是伫你的心内有这特别的地位。咱来举例好啊。较细汉的囡仔会讲，啊，弟弟为虾米会当一直耍？我着敢若会当耍一个啊。这时阵你要安怎回应？伊讲着有 NG 的回应，也有真正确的回应。譬如讲，这妈妈讲，啊，你要上课读书写功课啊？伊讲毋免啊，啊，你细汉时阵嘛毋是一直耍。这是第一，莫安尼回答。伊讲你安怎回答？你看到弟弟会当一直耍？你看到弟弟会当一直耍，免写功课，是毋是互你感觉心情真无好？就算你知影你的功课你一定爱写完，但是有时阵你嘛真歹接受着无？这妈妈会当安尼回应，因为你安尼回应的时阵是讲出伊心内真正的感受，伊才会感觉讲你真正捌伊，这嘛是伊想要爱公平。这是天下文化因这个家庭的专栏伊所讲的。伊佫讲着讲，若是这个哥哥讲，啊长大不好啦，啊弟弟拢会当一直耍，佫无功课，安尼足无公平。这时阵你会当安怎来回应？这时阵你莫安尼回，啊以后嘛要当那个成长啊，嘛要大汉啊，真公平啊，因为你即摆写功课，伊大汉了后嘛要写功课。这时阵这大汉的安怎？吼，都无听我讲。嘛有可能你会讲，好啦，我叫伊莫耍。哦，这时阵换这弟弟来生气啊。为虾米伊要写伊的功课，我要对伊伫个边仔，我袂当耍。所以伫遮个回应中，其实这主要照顾者伊会当回应的是讲，这弟弟佫细汉，伊无功课会当写，所以会当耍较久的。但是你的算法，甲弟弟的算法是已经无共啊。你会当找着较趣味的方式去算，敢毋是？会当互这个囡仔感觉讲，这照顾伊的人是真正了解伊，嘛会当帮助伊知影伊甲弟弟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其实伫过年时阵，要互人问遮个问题时阵，你会感觉足烦的。有可能一个原因是，伊想要了解你，但是毋是用你会当互人了解的方式来甲你建立关系，所以你会感觉足烦。那嘛有可能讲，这哥哥讲，啊弟弟根本毋知要安怎佚佗，毋知要安怎耍。啊，这个时阵，这个妈妈会当甲伊回应讲，伫遮对啊，因为你已经大汉。你会当换别个方式来耍，啊，但是弟弟还袂晓呢。父母的处理方式，伫教导囡仔的中间，会当对耍的时间敢有公平，来换做是耍伫这2个人内面有啥物无共的特别的所在。对遮个，咱会当真实了解讲一件代志，转来到结婚，这个人咧问公平的时阵。伊敢知影，伊真正需要是公平，啊是其实伊有其他的需要，或者是伊可能根本毋知影伊有啥物款的需要。当人伫比较当中去追求公平的时阵，上帝却是伫公义内面来接纳每一个人特别的所在。你有伫过年的期间，你会发现讲每一个家庭家族。甚至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事实，拢有无共的所在。总是伫遮个无共的所在，咱咧找是公平，还是咱伫找是伫上帝公义内面的特别？上帝，耶稣伊
真正知影咱内心的需要。伊讲着，伊无安尼讲啊，这是我写的标题。家产其实毋是我的财产。耶稣知影咱心内的需要，嘛提出讲，即群听伊讲道的人，伊即马无看到的所在，就是伫今仔日的经句。即段经文咱做伙来读。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居住的方式。刷落来，耶稣就讲一个譬如，伊讲着讲有一个人足好呀，伊是一个收这个农产的人，伊的农产济到无所在通放，伊的库房已经满啊，所以伊想讲，好啊，我甲伊采掉，我搁去一间搁大间的，搁较大间的。然后伊真欢喜，伊对伊家己的灵魂讲，伊毋是对伊的心讲，毋是对伊的朋友讲、亲戚讲，伊是对伊家己讲。伊讲啥物的？伊对伊的灵魂来讲，伊讲，伫遮，伊讲啊，灵魂啊，你有济的遮个财物会当出现伫遮，你着会当。逐工拢诚啉诚欢喜，每一工拢过了真快活。但是伫这个时阵，伫遮个比喻内面，耶稣就讲，上帝甲伊讲，咱来读好无？戆人啊，甜蜜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避办的要归啥物人？当我大学拄仔毕业的时间，有一个空档。我伫迄时阵考一个两三个证照，伫迄过程中间有一遍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实习，伫遐实习的时阵，迄是一个疗养院，有短期的中期的，佮长期的，才会安养无共款的人，有一寡是看病，有一些是养老的。伫迄时阵，我认识一个阿姨。迄时阵，迄个阿姨才50几岁尔，伊50几岁，但是因为中风，伊颔管仔以下拢瘫痪啊，而且伊瘫痪时间已经2-3年，50几岁足少年。我当时印象真深的是，我甲伊开讲的时阵，伊讲着伊的故事。伊讲伊少年的时阵，20岁、30岁、40岁时阵，伊安怎拍拼工作。来趁钱饲家，照顾囡仔，为因来安排，为因来备办。结果家己上尾，煞因为伤过忝来中风。即马敢会当都只能躺在这个地方。伊趁足侪钱，总是伊的钱拢开伫安养院。伊讲着讲，伊的儿女、伊的囝儿逝世，嘛因为有家己的生活真少来甲伊。伊哪讲，伊的目屎就哪流。伫迄个时阵，我听着讲，我的心其实很惊讶，感觉足可惜的。但是我即摆想起来，我其实伫迄个时阵，我应该问伊一个问题，应该问伊讲，若是你会当你会当备办你家己，你会为你家己做啥物款的？备办，为你家己做啥物款的有备咧？即段经文中，耶稣伊讲着真济，一个真好命的人，总是伊有可能今仔日就失去个性命；有济家产，总是有可能伫今仔日伊就即个拢互人偷摕去，拢无去。听起来耶稣敢若是一个真讨厌有钱人的耶稣。总是伫即段经文中，伊毋是讲咱要来讨厌有钱即件代志，伊是讲咱要来摒免咱心内有贪心的遮个心思意念。伫天主教大公教会13世纪的时阵，有一个道明会的主教，伊叫做圣多马斯阿奎那。伊迄时阵将遮个圣经。济才会做，其实进前就已经有人甲伊遮归纳起来。到伊的时阵，佫归纳一遍。
伊就提出遮七宗罪，我想有一个人，有一寡人应该有听过。伊就讲贪婪遮个定义就是你希望你家己有比你需要搁较侪的物件。贪婪的定义就是你希望你家己有比你已经需要搁较侪的物件，就是你想要足侪物件，但是你根本无需要。伊搁较进一步来解释讲，贪婪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你这个人，你背向上帝伫遮，你完全反过来背向他，亲像一个朽坏罪恶共款。人会为着腐败代志、会坏的东西来放弃永远的物件，为着遮会歹去的物件来放弃遮永远的物件，亲像金门。或者是我拄则讲到的经验内面，咱敢会为着家己的物件来逼迫，为着家己的遮个后生查某囝孙来逼迫，总是最后咱毋知影咱要去倒位，最后咱追求遮个济公平，总是咱毋知影咱家己心内真正的需要甲动机是啥物。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条讲，咱来读即段经文。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乱无依，就受迷下来离开道理，因济艰苦家己刺残，伫遮耶稣讲的是贪财，这是保罗讲的。是贪财，毋是讲你有财产。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无代表你有财产是一件歹代志。等到咱会当透过上帝话语来明白讲，人甲财物之间，上帝安怎来看待彼此的关系？其实真简单的，嘛是伫今仔经文中所讲的，你的财宝就是你的心啊。一个人伊真正的财宝就是伊的心。伊的心安怎想，伊的财宝就伫倒位。你会当来想看觅，是你转去厝的时阵，你会当看觅，你安怎规划你的金钱？你开入啥物所在上侪，遐就是你心所意爱所在。伫遮，耶稣伊所讲的话，伫上帝话语内面嘛有讲着讲，互咱来分辨。在箴言里面就讲着讲，义人的厝内有济财宝，歹人所趁的是做伊的陷害。好爷摇挂如毋值得，送香来敬畏耶和华。咱会当透过即两段经文来发现讲，其实上帝想要赏赐互人有济财宝，济到拢满出来拢无要紧，总是这个人是义人还是歹人。若是你毋是一个行伫上帝心意的人，你好也嘛有挂虑哦。不如你送香来敬畏耶和华，这是对上帝话语来的价值观。面对遮个财宝财物，咱是啥物款的人？安怎来使用遮个财物，比咱有偌济遮个财产搁较重要。所以即段经文的后面，耶稣就对几万的人，才会听伊的道理、跟缀伊的人讲：你爱用安尼的方式来行出我所教示的。咱来读即段经文，着要所有的人，真侪人，为着令阮心明白袂求的之地，伫天里用袂了的财宝，就是查袂到。通袂住的所在，因为你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要伫遐。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有一个囡仔，伊看着讲，咱的爸爸妈妈因买物件的时阵，免用钱，用一张卡就会当来买。咱拢知影，即摆买物件足方便。
你有手机啊，你有网络，你有遮个信用卡，你就会当安尼刷卡。伊就想讲，好啊，那个我要用这个卡来买一件物件。结果因爸爸就伫咧看，伊看因囝到底是要买啥。结果你们来猜猜看，他买什么？你们猜猜看他买什么？要猜一下吗？如果是你会买什么？若是你会买啥？伊学足久诶，结果伊买一个玩具。伊买一个玩具，伊买到这个玩具足欢喜诶，因为伊诶心就是意爱才会佚佗物仔。若是你会买啥？你诶钱开伫倒位，差不多你诶心嘛伫遐。这位上帝是丰盛诶上帝，但咱哩嘛讲主才是咱一切丰盛诶源头。咱是毋是会当搁开真济、搁较济时间、金钱，你家己诶全人全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基督徒对信主了后，你若是有听过福音，你应该拢一定会一直听着讲，主是咱丰盛诶源头，你是祝福诶源头。伫诗篇36篇嘛有讲着讲，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诶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这是上帝话，透过经文来甲我讲。圣经内底嘛有一个人，伊叫撒该，伊原本是一个抽象诶，伊足侪钱，而且伊伫当时有真好诶社会地位，但是伊一点仔拢无快乐。因为伊身躯边遮个甲伊共做诶犹太人，甲伊看做是罗马政府诶走狗，伊替罗马诶政府来趁钱，伊所得到诶钱，有侪拢是毋知透过啥物管道，其实拢毋是上帝意爱管道。所以伊伫诶生活内面，伊无法度搁真坦然诶面对众人，来过安尼诶生活。但是有一遍，当耶稣经过伊所住诶迄附近诶所在时阵，耶稣看到伊，伊叫伊讲：你落来，今仔日我要去你诶厝，我要去恁兜。伊伫迄经验内面，一定捌着真理。因为伊定捌着即个赏赐真理诶耶稣。伊伫真理诶当中，伊得着自由，伊诶心开始有倚靠甲归属。伊知影原来才会有一天有可能会空才会钱财，才会地位，拢毋是伊真正要倚靠诶。伊真正要倚靠诶是，互伊有永远活命诶上帝。伊就知影讲，原来上帝是伊诶归属甲满足。所以伫今仔日经文诶后面，就有讲着讲，耶稣阁对遮个学生讲，所以我甲恁讲，你为着性命，挂如要食啥物，也是为着恁诶身躯，挂如要穿啥物。因为性命比你所有诶阁较重要。咱来读即条经文，请。阁对伊诶学生讲，所以我甲恁讲。也是为着恁的身躯挂如要穿啥物，因为性命比牛，因无亲做无受，也无靠房，无接触。上帝遥久赏赐因，恁比鸟仔迄个贵气到怎样？恁啥物人会用挂如互性命较长一个久？倒一个人会当用钱财来换你的时间？直接讲着，倒一个人会当互你的时间来增加呢？其实伫主的内面，咱会当知影，伊互咱上公平的所在，拢共款公平的所在，就是每一个人，伊一工拢是24点钟。其
其实这是咱真重要的财产。你敢有想过，其实时间嘛是咱的财产，毋过这嘛毋是上重要的财产。上重要的财产是咱敢有活伫上帝的时间内面。上帝的时间是永远的时间，咱的时间是伫24点钟限制内面的时间。时间到你一定爱困，时间到啊你嘛爱起来。一直困会破病，你拢无困嘛会破病。所以伫上帝时间内面，人才会知影啥物是真正的丰盛。毋若是咱的时间，因为咱的时间是有限的，是迄短暂的。当保罗伊来到希腊遮个所在，伊遮个希腊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即群从来无听过耶稣福音的人来讲道，伊安尼介绍上帝，伊安尼讲，伊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徛起伫全地面，搁甲因汉太大生定着的是死期，假所徛起的地界。伊讲着讲，每一个人拢有对上帝来的心意。伫上帝时间内面，你要住伫倒位，你要活久，拢伫上帝时间的内面。所以每一个人，咱会当活伫世界，你会当活你伫24点钟，还是你要活伫上帝时间内面？总是上帝时间，咱定定是无确定、无清楚。咱爱对上帝的话，才会当来了解，而且嘛爱对伊的话来相信。伫即段经文中，咱来读即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为份业，我所应得。伊甲我固守，所描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但咱相信，咱自然会当有水的眼光，而且你若是相信上帝的话，就算你即马伫一个可能新年开始，你伫一个有困苦的环境中，你马上就拄着真济的挑战。总是上帝的话，互人的心会当伫迄看起来，在短暂的世界内面，看起来真无好的状况内面，会当有永远的眼光，会当有永远的眼光来相信，嘛会当有永远的眼光来行动，互咱对迄无好的所在、环境、人际关系中去经历着。伫主的内面是一个真水的所在，伫主的内面会当经营诚做美好。总是上帝赏赐咱丰盛的时机，咱其实毋知影。有一个人叫做谢志宏，伊伫2000年的时阵，互人判死刑，原因是因为伊杀2个人，该死，有可能有人会安尼想。即段时间，伊原来互人判死刑，但是伊的朋友，伊另外的律师一直甲伊上诉，搁再审，上诉搁再审，一直到2020年的时阵，旧年的时阵，伊才无罪定谳。对2000年一直到2020年，20年的时间，原来这是一个真冤枉的代志，但是伊开20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对20岁到40岁，这人生上水、上活力，嘛有可能是上健康的时阵，伊拢是伫家牢来度过。伫伊互人无罪讨放了后，伊转来看即段人生，伊讲：我有一个真好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我伫这个家牢内面，我毋是伫受难受苦。若是无经过即件代志，我就袂认识遮个好朋友、遮个律师、遮个朋友。伊讲着讲，我认为即段时间是上帝的旨意甲安排。伊活伫上帝时间内面，伊相信讲这20年，互伊有
到夜的时间来想伊家己的人生，来想伊家己的性命。出来了后，伊就分享讲，伊看过伫内面有9个死刑犯，伊看伫内面有上千个案子，伊伫内面时阵，伊看到有上万个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互伊看到讲，伊搁较要把握家己的人生。20年的时间，伫监牢内面，你敢有吗？你敢有可能？你想讲我出社会了，我知影要做啥物？有侪人，伊就是关伫监牢内面，结果伊出来搁犯罪搁入去。总是伫咱的生活中，有侪人毋是伫遐真实的监狱内面来活的，是伊伫伊的内心，一世人的时间可能拢活伫迄内心的监牢内面。伊无得到真正的丰盛，伊趁搁较侪钱，伊拢感觉无够。伊看到人，伊就是感觉迄真毋甘愿，足无公平。因为伊无认捌着上帝，伊无对上帝的话语来找找真理，嘛有可能你需要内在医治。伫遮个内面，咱会当看到讲，丰盛是在你咱甲创造天地这主的连结。就算是伫耶稣伊家己的侍奉内面，伊嘛是连接伫上帝时间。伫即段经文就讲着讲，因为咱遥久，咱就是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伊遮个意思是讲，伫上帝的时机内面，嘛安排耶稣当时要为世上的人来死。就算迄时阵，你搁活伫咧软弱中间，你搁毋捌这个上帝，总是上帝已经备办好这个救恩，互今仔日你甲我来领受，互咱会当甲上帝恢复迄连结好好的关系，互咱会当活伫上帝时间内面。但是，佫有一个问题是讲，咱就算是知影，咱敢有备办好咱家己要甲上帝来连结？对最近，咱就看人讲，其实拄着疫情的时阵有侪挑战。头一个挑战就是，该换做线上礼拜的时阵，咱敢有迄个心，搁敬畏神，搁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我家己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咱若是活伫上帝时间内面，咱就会知，咱是时时拢爱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咱毋知下一秒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前几工，厝内有一个亲戚，40几岁，伫忘记大年初一的时阵，伊困来伊就走啊。伊每一工拢甲我爸爸讲电话，因为拢开车，有真侪时间用那个对讲机对话。跟前一天还在讲话，隔顿工伊就走啊。他睡一睡就走，就少年40几岁，而且伊嘛无啥物病痛，他很健康，定定搁去打猎安尼。结果竟然发生即款的代志，咱毋知影上帝时间，总是咱会当找求伫上帝时间内面，活出对伊来话语的愿望，对伊来的真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咱会当甲上帝来连结。恢复才会国外的关系。伫新的一年，咱阁恢复才实体的礼拜，求主来保守咱每一个人，会当伫伊的内面领受真正的丰盛，互咱会当调整咱家己的性命，因为这位主是丰盛的主。当咱调整家己伫伊的时间内面，咱嘛要经历到真正的丰盛。另外一个就是，咱要随时警醒。因为主是丰盛的主，常常跟他对齐，定定甲伊好好，要抓紧每一遍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间，不管迄是伫实际现场，还是伫网络世界，咱拢爱来到主的面前，经历真实的丰盛。
这时阵我请大家咱站起来，咱用这段这个诗歌来演，诚做咱的祈祷，诚做咱的宣告。若是你有落苦担当，拢通交托耶稣。若是拄着灰心忧伤，不免作梦，我靠耶稣就。总是，若是咱伫上帝应允的时间内面，无论咱经过啥物款的困难挑战，咱拢有盼望，因为主甲阮同在。所以伫这时阵，我邀请大家为着你家己来祈祷。伫新的一年，咱阁要甲上帝连结好，互咱的性命活出迄伊伫伊内面真正的丰盛，伫伊内面迄主为你来预备迄稳定，咱只是开嘴来祈祷。对软者诚做攻击，对迄看起来爽强的诚做苦的人，因为你甲阮伫地，因为主你是丰盛的源头，你互阮对你来有永远盼望，互阮伫今年虽然犹原拢爱挂口罩，搁伫真侪无方便的环境中，总是我
阮的心袂冷淡，阮的心犹原爱找求你，阮的心犹原爱看你诚做咱上重要的财宝，因为主，你是守事丰盛的源头。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上帝，我要为着会当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三角的组织献上感谢。感谢主有时有刻来看顾阮每一位的兄弟姊妹，互阮无去互即个瘟疫来感染。主，你是掌权的主，医治的主，主你值得阮来甲你学乐感谢。主啊，求你赐互阮有智慧，会当伫咧教会事工顶面甘心来服侍。互每一位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造就，教会嘛会当诚做广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即马我要来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感。伫报告的内心，咱先来看，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张希凡伫倒位？好，我们欢迎你。欢迎你。伫今仔日的报告，搁一遍来甲大家讲新年快乐。过年完拢足快乐。我来按就可以，谢谢。今仔日要报告的是，今仔日是总会原住民宣告的事工，请大家来关心大道甲奉献。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到教会你要挂口罩，然后消毒，搁有量体温。好，那我没有挂口罩，就如果我刚刚挂口罩，然后跟你们讲到，我可能也袂喘气安尼。然后我又戴眼镜，会起很多雾，所以我们距离 OK。好，在高节报告是会堂总红设计小组。嘉南教会礼拜堂装修美化工程的公告，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若是有相关的，你会当会看这来，我们现在在招标，地点就是隔壁2楼，请大家若是有推荐的，或者是
你家己是你会当来投这样。3月7号举行今年度的第2遍的圣礼典。咧受洗的人会伫今仔爱伫今仔日2月2日来幼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若是你还未受洗的人，请你有感动就来报名。伫崇拜部嘛有一个报告是，崇拜部对3月开始到6月，每礼拜6早时9点到11点，有这插花，我知影才知影讲插花甲插花仔无共款，插花服侍你有兴趣的，你一定爱来插花，插花仔就免，搁有亲像插花仔。等一下那个类似可以讲，财务部有讲着讲，若是你无方便来教会奉献的人，你会当透过教会奉献的账号进行线上奉献。这个奉献的账号伫周报的第3页，你会当把它带回去，然后再有QR code， 还是你可以汇款的方式来奉献。这边有 ，OK。因为疫情的需要，所以每一个人来教会时阵，你一定爱用你的名牌来刷卡。若是你无的人，你会当在1楼的那个地方来制作名牌，然后每个实名制一定爱登记你的名咱才知影讲教会有啥物款的人来离开安尼，所以入来教会时阵爱来刷卡点名。好，2月24拜3的时阵开始，咱的基督会阁年假结束就阁开始啊。所以若是你想要听到上帝伫咱兄弟姊妹来的工作，你就会当来参加伫基督见证会。若是你要学习基督，你嘛会当来参加基督会安尼，基督见证会。好，伫社区的时间嘛有一个报告，就是好消息，3月2号的时阵。开始咱德福恢复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3月2号不要跑错时间哦，3月2号。好，伫社区时间内面第2项就是3月5号的时阵，拜5暗时，咱有一个爱幸福的讲座。伫过年的时期，你敢有生气过？你有生气过的举手不要举手有人要举手。黄金2秒搞定脾气特别是有迄足细汉囡仔，你是做阿公阿妈还是没有？阿公阿妈不会对孙生气拢是爸爸妈妈在生气比较多。黄金2秒搞定脾气。咱摇下这个老师是真好的老师所以若是伫咱中间的有遮个职业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社区的朋友、家长、甲囡仔拢会当带来。囡仔就是去迄奥福音乐这个发展这样子 ，OK。本阵哩下晡有遮个对，刚刚的插回互助社员大会下晡几点？拄则有收到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有300个包子。肉包不是包包，肉包爱留落来，互要开会的人，要开会的社员优先来领取，有300个包子。好，阁有具体的消息，尤牧师、励志长老、丰盛长老，伊今仔日去西坛教会互使，所以伊无伫遮，我伫遮来报告。阁有一个补充的报告是讲，今仔日的聚会结束了后，伫1楼的所在，教会有发放这个过年期间的这个小红包祝福，所以请大家离开的时阵，你爱来经过的时候跟我领一下 ，OK？ 咱来读这段经文，请。尽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记罪的方式。路加福音12章10月3，搁一遍，就对尽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记罪的方式。
互到福音12章早到早。咱做伙来念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吟诗煞，请黄牧师来教导，请起立。愿上帝永远会疼痛、丰盛甲引带。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信心的启示甲提醒、鼓励，定定甲正人同在，互咱伫一生的道路顶悬，行伫上帝时间内面，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咱今仔日的聚会到这，请会记到1楼来领红包。好，补充报告哦，请使用因疫情的关系，其使用过的周报要带回去，不要放在那个外面的桌子哈。请咱的周报爱摕